长一点留短一点。好像这。你看我这能卖多少钱？你看。卖多少钱？看你想剪短，越剪短越卖钱多，越剪少越卖钱少。我想，按斤算的。你就是最多能卖到多少？最多能卖到多少？他卖几十管卖，卖几百管卖，对吧？你看你想卖几百，他都可以卖几十。我最多能卖几百。最多能卖几百，卖400-500块钱。400-500块钱就剪成啥样的？那剪跟拿发一样的。正常的这头发，我跟你说，你再留长，卖头发比你那头发，一个是头发比较细软，知道吧？碎头发比较多，你再留长一点，好看一点，不好茬子。你要是剪前面这个，你剪短的头发，翘了给他，让人他不好看的，是吧？那你剪了我大的时候，它就是也是很细很少的。俺正常的是剪的话就是留一半，就我给你看看剪到的。我那么会剪那个，一个天天的。